神喜悦我们，无论大事小事都交托给他，也期盼无论我们站立在哪个工作岗位或位份上，都当竭力全力把每一个所交付的事情做好，哪怕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都必讨主的喜悦。这是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祷告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借由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鼓励。一点点小事，我也当竭尽全力；一点点小事，我也当顺服忠心。不要人看见，不要这世界欺骗，心他也必将那事交我手里。一点点小事，也交托在他面前；一点点小事，会生出大大